针对开放台湾计程车入去到高雄小港机场载人客诉求，无得到满意的回应。本地5月是要召开这公听会，即马也延后到6月啊。或真侪这计程车的运将2月下晡呢，就去到小港机场，用赛车式机场的方式来表达不满。一台车时速差不多30-40公里，对高雄国际机场的入口豆豆啊塞入来机场内。因有的是计程车运将，有的是多管计程车司机。因为毋是机场载的排班计程车，无法度入去机场载叫车的人客。因向政府表达诉求，无得到满意的答复。公听会嘛延到6月才开。运将讲，为着生活，因只好过来设机场抗议。大家公平嘛，大家要赚钱，要吃饭的，要养家活口的，大家都是，没有人会开车出来玩。咱讲真诶啦，这计程车司机为着啥？为着一嘴饭尔呢？敢有人为着啥？对啊，但是恁今仔日安尼做，你感觉对我们这些合法取得营业登记证的这些合法司机来说，有了吗？有公平无？现场抗议的计程车大约上100台，小港分局是派出警员专程监控。参加运将台南、高雄、屏东6区，不过屏东市计程车工会表示，这摆行动是运将自发性动员的，无人发起。工会除了呼吁大家爱理性以外，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提出实际作为。那主管机关这边给我讯息，就是说有关本来推的法令是觉得说要全部机场一视通用啦，但是好像考量到桃园机场那边的反弹会比较大，所以说这次的案件又在调整成可能就先把桃园机场做小范围的调整，那我们其他的机场再做一次全盘的调整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所掌握的讯息比较是这样子啦，对，但是您要说确切的时间呢，目前都没有。针对运将的诉求，高雄国际机场表示，民航局会以旅客权益甲机场营运的顺序为原则，规划相关的方案甲配套措施，卖收集各方的意见，推出上适合的方案。记者柯亚如柯兆雄高雄场报道。